好多老友記辛辛苦苦做咗幾廿年嘢，臨到退休嗰陣最擔心係唔係冇錢使，而係擔心自己嗰路 MPF 強積金會唔會多得滯，搞到申請唔到政府份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我哋俗稱海長生津。大家成日問，到底強積金計唔計資產？如果我喺65歲嗰年攞咗嚿錢出嚟，係咪即刻會斷咗份針塔？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，教大家點樣喺65歲前部署好，避開資產審查蟹陷阱，等大家份退休金可以代代平安，同時又攞足政府福利。講到退休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個基本概念，就係資產同入息蟹分別。好多人以為強積金係自己錢，咁就一定係資產啦。呢句說話啱一半。根據寫數而家蟹指引，只要你攞強積金仲擺喺強積金計劃入面，仲未攞出嚟蟹話，嗰籠錢係唔計入長生津蟹資產審查入面噶。換句話講，如果你喺65歲申請長生津嗰陣，你啲 MPF 仲係戶口入面月都冇月過，咁社署係唔會理你入面係有100萬定係200萬蟹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如果你一旦決定去攞呢筆錢，無論你係因為65歲正常退休攞，定係因為60歲提早退休攞，只要老錢一入咗你個銀行儲具戶口，佢蟹身份就會由強積金變成現金資產。呢個時候社署就會計你數，如果你攞咗出嚟之後，令到你個人蟹資產總值超過咗長生津蟹上限，咁你份津貼就真係會凍過水。所以第一個攻略就係，如果你未急住用錢，其實唔使急住喺65歲生日嗰日就去填表攞 MPF。我哋先睇睇個資產上限先。以而家蟹標準嚟講，單身人士蟹資產限額大概係374000蚊，而夫婦兩人就係568000蚊。你想想做咗幾廿年嘢，求其一個打工仔蟹 MPF 隨時都過咗30-40萬啦。如果你一次過攞晒出嚟，再加上你自己本身蟹私房錢、股票或者銀行定期，好容易就會超標。咁點算好呢？呢度就要講到65歲前蟹戰略部署。首先你要諗清楚你幾時需要用到呢筆錢。如果你打算喺65歲開始攞長生津，你最好喺64歲嗰年就開始計數。如果你發現自己 MPF 加埋現金一定會超標，你可以考慮分批提出 MPF。雖然強積金法例規定係要65歲先攞得，但如果你宣誓永久離開香港或者係60歲提早退休，係有機會早啲攞到蟹。不過我唔建議大家亂咁宣誓，因為會有法律責任。所以我哋 focus 翻喺65歲正常情緒入面，有一招好重要蟹，叫做年金轉化。如果你嗰隻積幾籠 MPF 太多，會阻礙你攞長生津，你可以考慮將部分或者全部喺 MPF 轉取賣香港年金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喺現行制度下，你用嚟買年金蟹嗰筆本金係唔計入資產審查嘅，而年金每個月派俾你蟹嗰筆錢，雖然會計入息，但長生針對入息蟹要求相對重好多。單身人士每個月入息上限有10430蚊，夫婦就係15810蚊。大部分人每個月攞幾千蚊年金，基本上都唔會過呢個入息關。咁樣一轉，你攞幾十萬蟹資產就變咗做人成，同時每個月又有穩定現金流，仲可以攞埋政府嗰幾千蚊長生針，呢啲咪叫雙贏咯。不過攞 MPF 都有好多細節位要留意。好多人會問，我係咪可以分開幾次攞？答案係絕對可以蟹。強積金條例容許成員分期提取，你可以一年攞幾次，甚至一個月攞一次都得。咁樣做蟹好處係，你可以控制住你銀行戶口入面蟹現金水平，等佢一直維持喺長生津資產限額以下。例如，你每個月只係攞1萬蚊出嚟補貼生活費，咁你戶口入面蟹錢就唔會突然暴增。只要你報長生津嗰陣，申報蟹資產增值係符合要求，咁就冇問題。大家仲要留意一點，就係社署係有權查你過去12個月喺銀行戶口記錄係，所以你唔好諗住今日攞完100萬 MPF， 聽日將啲錢轉晒俾仔女，後日就去申請長生津。社署會問你呢筆錢去咗邊，如果你解釋唔到，或者被視為故意轉移資產嚟噴出津貼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。所以最好喺做法係預早規劃。如果你真係打算將錢俾仔女幫補置業或者供書教學，最好喺你申請長生津喺1-2年前就處理好，而且要有合情合理蟹用途證明。再講講60歲至64歲呢段黃金準備期，好多人喺60歲嗰年會預咗提早退休。如果呢個時候你宣誓唔再工作，你可以攞走 MPF。呢段時間，如果你攞咗錢，你可以用嚟還清層樓、蟹按揭做裝修，或者支付一啲必要蟹醫療開支。
呢啲開支係屬於合理消費，唔會被視為惡意轉移資產。當你將啲錢使咗喺呢啲地方，到你65歲申請長生津嗰陣，你海資產自然就滑落到合格水平。呢個就係所謂蟹使錢消災，不過係使喺自己度，提升退休生活質素。另外，有一樣嘢好多老友記會忽略，就係 MPF 戶口手入面蟹自願性供款或者特別自願性供款。呢啲錢通常係隨時攞得蟹，唔使等到65歲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呢部分蟹錢好多，可以提早喺62或者63歲嗰陣攞出嚟，先處理好一大部分。等到65歲嗰陣，你要處理蟹就只係剩低嗰啲強制性供款，壓力會細好多。仲有一個實戰技巧，就係關於兩公婆蟹資產配置。長生津係以家庭單位嚟計資產蟹，如果係夫婦一齊住，如果其中一方蟹 MPF 特別多，而另一方比較少，你可以考慮喺65歲前，利用法律容許蟹方式重新分配資產。不過都要記住，長生津係睇兩個人加埋蟹總和，所以最實際都係買年金或者分期睇本。有一點要提醒大家，攞 MPF 唔係淨係填張表咁簡單，你要揀清楚邊種提取方式。如果你選擇一次過提取，你要諗好點樣安置嗰筆錢；如果你選擇分期提取，你要睇清楚你個強積金受託人，即係嗰間銀行或者保險公司會唔會收你額外手續費。有啲受託人每一年頭4次提取係免費，之後就要收錢，呢啲都係成本嚟㗎。講到尾，政府蟹長生津係想幫一啲真係有需要蟹老友記，而 MPF 係你哋自己後生嗰陣辛苦儲落蟹錢。點樣喺制度之下攞到最平衡蟹利益，係需要用腦筋蟹。你唔好等到65歲生日嗰日先去銀行排隊攞錢，嗰陣先知超標就太遲。我建議大家喺64歲嗰年攞份 MPF 周年報表出嚟，再加埋自己所有銀行存摺、金實、股票、保險蟹現金價值，全部列晒出嚟計一次數。如果加加埋埋真係超咗少少，你可以諗下係咪要幫屋企換下啲舊電器，做下身體檢查，或者買定一啲未來幾年都要用到蟹保險產品。如果超咗好多，咁香港年金計劃真係你蟹救星。記住，65歲只係一個數字，但如果你規劃得好，呢個數字可以變成你人生入面最安穩蟹轉折點。好多人問過我，如果我攞咗 MPF 之後攞去買股票實咗錢，咁又點計？社署係睇你申請嗰一盒蟹資產價值。如果你攞咗50萬 MPF 出嚟炒股票蝕到正反20萬，咁你申請嗰陣就係報20萬。但係你唔好為咗攞長生津而特登走去輸錢啊，咁樣係本末倒置。我哋蟹目標係錢袋袋平安，唔係攞錢去散。總結一下今日講蟹重點：第一，未攞出嚟蟹 MPF 唔計長生津資產；第二，65歲係關鍵，但唔代表要即刻攞錢。第三，善用年金可以將資產變入息，完美避開限額。第四，分期睇出 MPF 係維持低資產水平蟹好方法。第五，所有大額開支或者資產轉移，最好喺申請前1至2年做好規劃。退休生活係要講求保障同尊嚴，政府份津貼係一份心意，而 MPF 係你蟹勞動成果。只要大家肯花少少時間去了解制度，唔好盲目跟風，聽人講話一攞錢就會冇咗份津貼就嚇到唔敢攞，或者亂咁攞。其實只要跟住我上面講蟹65歲前全攻略，大家絕對可以做到 MPF 照攞，長生津照領，生活悠哉悠哉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理財係一場持久戰，由你20歲開始供第一份 MPF， 到你60歲諗提早退休，再到65歲正式步入人生下半場，每一步都係環環相扣。如果你而家已經60出頭，就要快啲月手計下自己個籃入面有幾多雞蛋，諗定點樣分開擺，唔好等到臨老過唔到審查嗰陣先嚟後悔。希望呢篇稿幫到各位正準備退休或者已經退休蟹老友記，祝大家代代平安，身體健康。